我第一次来读书会有点紧张。别担心，里面一半的人是我研究生的同学，还有几个是你认识的，不用太紧张。好，谢谢。这个读书会很有意思，你会喜欢的。我们走吧。来，到了，就这儿。来，翁会长，莫非？翁会长，他呢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新学员裴任之，他是建筑专业本科大3的学生。裴任之同学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欢迎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是这个读书会的会长，我叫温平清。温会长好。建筑大3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曼妮也是建筑大3。对啊。我跟小裴是一个班的，还是好朋友呢。来，若飞，任之，快请坐。来，坐吧。坐吧。来，大家既然都到齐了，那我们这次读书会的主题就正式开始吧。今天讨论的主题是阿富汗裔美国作家卡勒德·胡塞尼的《灿烂千阳》。那我们大家就一起聊一聊读后感吧。我认为这部作品虽然不乏细腻的情感描写，但是终究过于表面，不免有些娇柔造作之嫌。我不太认同卡勒德·胡塞尼的情感表达方式，因为他显得太过于造作了。我觉得写小说的话就应该像村上春树这样，对人物情感的拿捏非常的张弛有度。小裴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《灿烂千阳》这部小说？知不知道卡勒德·胡塞尼是哪位作家？胡塞尼虽然享誉世界，但在国内的知名度可能还没那么高呢。会长，我知道这位作家，我也看过这部作品。我觉得，虽然卡勒德·胡塞尼不是完美的，但是也不能说他的表达方式不好，或者说你们说的不好。我个人认为，情感的表达方式不能用好坏优劣之分。也许正因为他控制不住，才足以见得他的真实情感，才会让作品变得那么感人。这个观点倒是很有趣。作家可是要对自己笔下的一切负责的，任何落在笔下的东西都要有控制。如果他不能准确地控制自己的情感表达，那算什么作家？干脆去剑道馆发泄一下好了。既然是文字表达，自然要有他自己的艺术风格和性格特点。也许，这正是他从剑道馆发泄后的成果呢。小裴同学，你还真是幽默，口味也很独特呀。看来这位新会员情感还是很丰富的，想必在看书的时候可能都看哭了吧？情绪随着艺术作品创作而起伏，是人之常情吧，可以理解。时间。古籍式的书啊拿不出来，所以我拍成照片打印了出来，你看一下。那太麻烦你了。没事儿。谢谢。这个给你吧。谢谢。好，那我们这次的读书会就到这里吧。好，真是一次非常有趣的体验呢。那我们先走。
拜拜。若非带来的小飞同学，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啊。说到带新人，我觉得下次再有这种带新人入会的情况，最好先知会一声，这样我们也好给小裴同学准备点什么。啊，没关系。其实我们很欢迎新成员的加入。对对对，我们确实要一些新鲜的血液加入呢。那我们走吧。走。走吧。给他就行。去吧。怎么样？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喜欢这里的。啊，李曼妮学姐吗？啊，这是一个喜欢你的学长让我交给你的。谢谢。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大姐先去忙，这儿交给我啊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，是不是？擦一下吧。怎么就那么巧呢？第一天来读书会，就偏偏这个时候有人恶作剧整我。我真不知道这个事情啊。你快走吧，我不想看见你。你走吧，走吧。任志，我们走吧。他只会把你的好意当成炫耀。任志，你不用担心，没什么事的啊。小裴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样？解不解气？那个礼物活是你干的。除了本天才，还有谁能做得出来？嗯。好啊，裴仁之，果然是你。裴仁之，你竟然教唆方志远来对付我！他没有教唆我，主意是我出的，事情是我干的，跟他没关系。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，亏我还在学校跟老师面前一直维护你。我没有。我会把你抄袭的事儿，还有教唆方志远对付我的事儿，一起告诉教务处。李曼妮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明明是你抄袭了小裴的设计，你又何必在这诬陷我？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你早就拿着证据去告诉老师啦。曼妮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盼盼，你先走吧。小裴，是我太冲动了。没事儿，反正你也是为了帮我嘛。哎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刘薇薇说，那天她看见李曼妮到图书馆看过你的图纸，可是你坐的那个位置是监控死角，没有拍到她抄袭你的证据。没关系。她要真的告到教务处，那麻烦可就真的大了。我先回去了。喂，班长，我又闯祸了，
事情就是这样了。反正如果李曼妮告到教务处去了，小裴这回就惨了，肯定会被记过。何止是过啊，这次肯定是个大过。啊？有这么严重吗？对啊，咱们学校向来都是重教书更重育人，抄袭和报复同学这2点都是大忌。班长，这回真的要拜托你了，你一定要帮帮小裴，不然他就惨了。嗯，咱们一块儿想想办法。我试试吧。哎，等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是一直在这儿吗？你失忆啊？不是，我的问题是你怎么一直在这儿？我明明只给班长打电话。啊？对呀，我怎么一直在这儿呢？就是我刚刚路上嘛，碰见班长了，然后班长跟我说你给打电话来商量培培的事儿。那我一想，培培的事儿我义不容辞呀，我就来了。对，对，是吧？是，就是这样的。哦，对，是这样啊。哎，培培，走，跟我上个地方，快走。去哪儿啊？你快点，你别问了，带上包赶紧的。干嘛呀？上哪儿去啊？这是？猜。到了。你带我来奶茶店干嘛？进去你就知道了。来了。小裴，坐这儿。你们喝点什么？我给你们点。是吧？好。老板，一杯那个生果苏打。好了，大家都到齐了，那我就直接说正事儿了。小裴，我和曼妮沟通了几次，她答应不再追究你跟她之间的事情了，然后也不会告诉教务处的老师了。不过，曼妮有个小小的要求，希望你能跟她道个歉。之前没说要道歉啊？道歉总比处分强吧？所以小裴，你就……我不道歉，我没有做错。裴仁之，你就道个歉能怎么样呢？我又没有做错什么。不是，你都20几岁了，你做事情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啊？这大家都是为了你好，你知道我们为了你不被处分这件事情有多着急吗？我又什么都没有做，为什么会被处分啊？你知不知道你的倔强很多时候都很不合时宜啊？就算被处分，我也永远不会为了一件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的事情道歉。哎，我去。李曼妮，我跟你道歉行了吧？任之，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会是。我想一个人静静。曼妮有个小小的要求，希望你能跟她道个歉。之前不是不道歉吗？道歉总比处分强吧？我没有做错。裴仁之，你知道我们为了这件事情有多着急吗？你知不知道你的倔强很多时候都很不合时宜啊？
这里晚上很黑，下次咱们换个地方。你还在生我气啊？最近事情比较多，我脑子太乱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一件一件来解决。先说李曼妮。那天我把李曼妮叫走，是为了说服她不要把事情闹到教务处。你不会真的打算去教务处举报裴忍之吧？为什么不呢？说到底，不管是抄袭还是教唆，你都没有证据。就算没有证据，老师也不见得不相信我呀。真的吗？据我所知，他的第一张图纸是扫描进了电脑的，而这是有系统时间记录的。你的呢？我可是从一开学就在构思的。你告诉过裴忍之吗？没有。你是说他抄袭了你脑子里的创意？好吧，这次我可以当作你年纪小不懂事。如果你以后还要针对裴忍之，那我就要再重新认识你了。你们明明都是在帮我，但我总觉得那个做错事的人是我。我特别讨厌产生这种想法的我自己。明明知道你们是在帮我，却不肯接受你们的好意。只要我稍微一低头，就皆大欢喜。可是我就是做不到。这不是你的错，大家只是不想看到这些不好的因素影响你学习，甚至生活。我相信关心你的人都会这么想。可能我们太着急了，想帮你，而忽略了你的感受，反而增加了你的困扰。你不用检讨自己，这件事情没有对错，只不过是彼此间关心则乱的小误会，仅此而已。你为什么每次都能这么准确的让别人消除烦恼和顾虑啊？没什么特别的，你到我这个年纪也一样。永远都能把天聊死，这也是你的技能。天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吧，晚上还是有点危险的。不过我特别好奇，你到底是怎么说服李曼妮的？这个嘛，独家秘密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圈圈 KK 尖尖，哎，要不要？我就不信了，我还能输。我也就不信了，玩吧。哇，玩呢？啊，你走，你走。做动图，我再想一下。哎，你们说我跟薛岩一起同学3年了，怎么之前就没发现她那么美呢？啊？这么美呢？方志远，那追她的人那么多，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得手过，是不是？就是啊，不是方志远，你突然这么说，该不会是想祸害人宣言吧？他那是痴人说梦。3839带67，剩一张。剩一张了。剩一张。哎，管上管上。我能让你跑吗？要不要？哎，这万一要成了呢？那话怎么说来着？
众里寻他千百度，他在灯火阑珊处。说不定啊，这就是一种缘分，真的，你们还别不信啊。好了，你别缘分了，一来我就输。哎，睡觉去。又疯了，别理他，我们接着打，接着打，接着打。不要了，你又疯了！别动我牌！哎，等会儿，不要了是吗？对，可以啊，你来，你走。我回来了。一会儿该上课了，别着急啊。陈芝，干嘛？你干嘛去了？我找你找了好久，我就差没说那女生宿舍了。我知道你想干嘛，但为了全体冰华女生的清誉，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我告诉你，方志远，你的名字呢是我们女生宿舍头号危险人物，你可长点心。对，没错。哎，班长。嗨，班长。嗨，小飞。司机。班长，你俩是不是闹别扭了？没有啊，你们女生都这样。那这是什么情况？那肯定有事儿。喂，孙静。喂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干嘛总躲着我？没有啊。还没有，电话不接，消息不回，见了面低头就跑，你这还不叫躲着？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因为小裴的事情？哎呀，其实吧，这个事儿是我去求你帮忙的，结果那天大家弄成了那个样子，太尴尬了。我觉得对你挺不好意思的，关键小裴也受了委屈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哎，我真的不知道你这里面每天都在想些什么。小裴是你的好朋友，那也是我的好朋友啊。自责的人不止你一个，所以你可不可以不要随随便便的把我排除在外啊？嗯。这件事情呢，我打算帮帮他。怎么办？我打算组织一次集体活动，让小裴重新回归到集体当中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听起来还不错，那要不试试？所以啊，以后再有什么事情啊，可千万不要自己闷着了，不然我会担心的。嗯。走吧。我发现你这心理素质可以的呀啊！还不算坏吧，起码你没有不理我。你我本无缘，全靠我花钱。离远点。小裴，哎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无奈佳人兮，不在东墙。好好说话。帮我追薛岩。不可能，她是我的好闺蜜，你配不上她。你还是我的好发小呢，怎么胳膊肘老往外拐呢？你看看你，从小到大吃了我多少零食。懒得理你。呸！好事儿！你又算命了？本仙人现在就点化你，范儿过来。我跟班长准备策划一次活动，让你重新回到工地里
真的吗？我们策划了好久，我跟班长仗一把。谢谢你，谢谢你还有班长。什么好事啊？光是跟你说你啥事儿？笑这么开心。走了。哼，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。喂，哎，看什么呢？这么入迷？对不起，我没看到前面有人。啊？你要学做菜？对，班长要组织野外考察嘛，他想让我跟大家融合在一起。啊。苏炳辉。啊，苏炳辉呀。他对你还真不错呀。啊。他人很好啊，一直对我都很照顾。这次呢，他让我给大家准备零食，就是为了让我跟大家更融合起来。啊，但是我想准备的是便当，这样更有诚意。便当啊，你看的这些，并不适合携带和保存呐。你说的有道理。那应该做什么呢？烤饼干。烤饼干我不会啊。师兄，你会烤饼干啊？恰好会。那你教我吧。好啊。哎，你看这个，我觉得这个还行，看着。亏你还是学建筑的，这个啊也就外行看着还行，你可别忘了，咱们班可是有一大帮大神的，他们肯定会笑话我们的。你就是大神。好了，赶紧讲吧。我们这一次啊，一定要顺顺利利的把小裴融入到我们这个集体当中。那就辛苦班长了。不会啊，都是咱们班的同学。你知道，最近有一个建筑群刚上了热搜，听说上面有好多王树大师的作品，这种类型肯定不会被咱们班同学挑毛病吧？我觉得这个可以啊，在哪儿啊？我明天过去看一看啊。那明天一起去。可以啊。好了，我们先把书还回去。好。你们两个在这嘀嘀咕咕什么呢？今年的综合测评出结果了吗？不是刘薇薇，你能不能别光惦记你那点成绩，你能不能关心关心别的？别的事跟我有关系吗？我为什么要管？哎，不，薇薇，测评的结果还没有出来，等有消息了，我马上告诉你。这么多年同学了，还是一点人情味都没有。这也正常啊，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为朋友上心的。你不也是？好了，我们赶紧还书去吧。开始吧。开始什么？烤饼干啊。可是我之前都没有烘焙过，我只做过大锅饭。可以给我一个做主厨的机会吗？本大主准啦。好的，动手吧。只有一个。没事，等我一下。相思缕缕飘飘然然，千行间化作彩云在天际边，一点爱意流光潋滟，半山风云间，半雨半晴天，恩恩怨怨情路一线牵，总有千般对，与错结成云烟，爱流淌每一天，半山风云间，半雨半晴天，恩恩怨怨情路一线牵，总有千般对，与错结成
成云烟，爱流淌每一天。轩辕同学，你收到班长通知了吗？收到了。哎，我这是第一次去郊游，没什么经验，还得请你多帮帮忙。不是郊游，是考察建筑。干嘛这么认真嘛？那你干什么认真过呀？我现在就挺认真的。那麻烦你啊，在这儿继续认真吧，我还有事儿。为什么大厨的每个饼干规格都不一样啊？烘焙是个性的艺术，世界上不会有2片相同的树叶，饼干也一样。但差的也太多了吧？你试一下，我做的饼干绝对，棒棒的。怎么？你的脸啊，还不是为了你啊！快，帮我弄干净，就这儿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。你先尝尝，看看味道怎么样。好吃。别急，先喝口水。这些饼干都是你的。充电器带没带？我带了一个充电宝，行吗？真好。那你线呢？呀，线你也没带。你看你这带了便当、芒果干、海带结，还有软糖，这么多好东西，真是便宜这群白眼狼。现在也是为了我好吧，不想让大家排斥我，当然要做得好一点了。你就看着吧。你这一番好心吧，不一定有好报。喂，那个……哎，你拿个麦那么吵，你导游啊你？好，都别闹了啊！我先说几个事情。我们这一次活动呢，都为大家买了保险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。然后还有就是你们的手机一定要带好，随时保持联系。另外呢，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地是充分考虑到我们建筑学院的特色，希望这一次呢能够对大家的专业都有所帮助。好，就这么多。说得好。那个，我想说的是，这一次的出行，裴任之同学帮我们准备了手工饼干，还有果汁软糖，一些小零食。那个，我们先感谢一下裴任之同学，鼓掌。我看大家不是很领情啊，什么是真，什么假，大家都知道。这样啊，同学们，我们这次户外活动，男生一定要多帮一下女生啊。好了，就这么多了，大家把安全带都系上。哎，那你东西是不是多？来，我帮你拎。你放我这儿，我这儿有空座。要不咱回去吧，不受这个气。
你笑什么？是不是被气傻了？你呀，快快动弹！你俩速度挺快。来了，没到院子来，那就走啊，走下去。同学们，这个呢就是陈氏大祠堂，是芙蓉古村最具代表的建筑，我们认真参观一下啊。好。芙蓉古村平面形如芙蓉花，其规划结构完整，特别是它的七星八斗布局，是我国古代村落规划与阴阳五行相结合的典范。刘薇薇，你跑到这古村里来掉书袋了。也只有没有文化的人，才会嘲笑别人说话有文化。看看人家，几千年了，虽然都是一派建筑，可是细节上面都不一样，不像我们班有些人就知道抄袭。你说谁呢？说谁谁知道。那位同学，这次可是要好好观摩观摩。要是抄袭啊，也是抄袭这种大师的作品，总比抄袭我们这种不入流的强。简直就是不要脸！你再给我说一遍。就是不要脸，怎么样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报告，松开，松开！都干什么呢？都少说两句啊！没事，我没事。怎么啊？还强出头啊？是非不分？你说谁是非不分啊？小裴是那种会抄袭的人吗？盼盼，你就别帮我说话了，小心被人报复。曼妮，你不用担心我。有些人啊，他只能在黑暗里面，上不了台面的。哎，不是我说，你这人话这么多，是怕别人把你当哑巴？哎，你有没有孙颖，好了，都别吵了，丢不丢人啊？我们现在是在学校外边，能不能不要让别人看我们的笑话？别忘我们出来都是干嘛的。好了，都别生气了啊！来，我们继续参观吧。别生气了。哎呀，我就气不过他们说你。我没事儿。我今天倒是很有感触啊。这个环保建筑啊，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完全现代的东西。你说我们的老祖宗多聪明，他们在地底下挖出了这些小洞，它不仅可以成为排水系统，然后还可以让地底下的这个冷空气上升，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。你们说是不是很有智慧啊？对，这个还真是。你这个理念有点过时了，我觉得这个建筑架构值得借鉴。我倒是很喜欢这里的布局。你们看啊，这个屋内装修呢，大量采用了敞厅、通廊，还有可以灵活拆卸的间壁。室内装修呢，则运用了大量的窗花、棂格等，不仅有除湿、通风、换气的作用，而且还有一种强烈的光影效果感。从美学角度讲，是很好看的。但其实我更看好这种新材料的应用，把这种新材料……等会儿，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啊？把这些建筑弄成游乐场？没发现吗？现在全国各地啊，哪儿的游乐场都一个样，建筑房屋也都一个样，没意思。所以啊，那一群没生活、没品位、没有创意的人，怎么可能当上建筑师嘛？对吧？哎，我觉得我们这里啊参观的都差不多了，我们要不去下一个地方参观？行，走了。不要进去啊！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对。方志远，我觉得你还挺仗义的。我不是一直都这样吗？给点阳光就灿烂。我真的一直都这样。雪，哎。
哎，同学们，我们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到了。班长啊，这附近没有买水的吗？哎呀，这个地方太偏僻了，应该没有。这可怎么办啊？你骂人骂的口渴了吧？还能找人要水喝？你有病吧？你有病啊！别说了。还行吧。不行了，我是走不动了。你给他，你怎么办？不是还有吗？我没了。快了，我们应该快到了。对啊。那这位置全错。都慢一点啊！方水啊？你怎么了？我头晕。你怎么了？你快上来，快上来！你怎么了？难受。啊？马上就到了啊！没事。好点了。去买信号啊。慢点。你说你把水给坏人做什么啊？他会感激你吗？还害得自己中暑了。哎，你呀。好了，我不是好好的吗？你呀，什么？师兄。芝芝，还给你水。还有，谢谢你啊。没关系，我们都是同学嘛。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看好了，看好了，我一定要注意啊！地面、台面啊，还有土。仔细点，看我是如何去画这个屋面的，如何去画它们之间的这种柱子之间的这个关系。啊，看好了。好。你好好听讲话。双线啊，为什么这个地方？我要在这个地方是有个高低差，啊，和环境关系，要清楚。走，啊，又到了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去，看一看，去观察这个屋面。老师，下课了。好，下课了，下课吧，那就。为什么不理我？不去。我想请你吃饭。不想去。再说了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传纸条？发微信不会吗？下课直接问不行吗？我有那么老土吗？也许你这个套路对很多女生都百试百用，可惜我并不在此列。哎，对了对了，我知道一个很新的娱乐场，就是，哎，我上次不是说要把传统地域建筑特色融入到新时代的娱乐场所里吗？这个娱乐场就是给我灵感的那个，你要不要参观一下？真的，我是 VVIP， 咱俩不用排队，还能走快速通道，很不错的，考虑一下呗。行吧，我考虑一下。哎，我为你设置专属铃声，24小时不关机的等你啊！哎。裴仁之，
任志，你怎么不等我你就先跑了呀？啊！不想看到你那副样子。咱俩是不是好哥们了啊？谁跟你好哥们儿呀？算了吧你。我说一说就是。打住！我还什么都没说呢啊！你想说什么全写脸上了。你不就是想问薛岩喜欢什么、爱吃什么，怎么才能追到薛岩吗？对，跟我说说呗。薛岩是个好姑娘，你配不上。我不配？我多帅呀！我不配。薛岩喜欢比他优秀的、有才华的，还有男子气概的男生。你不行。我不行。男子气概。哎，轩，你是不是路上堵车了？早知道我可以去接你嘛。时间刚好，我从来不迟到，是你来太早了。我太激动了。你带路。走吧。好看。看得懂吗？你说。后花使者回来了。啥？哎，去！什么鬼东西？这最近不是因为暴露狂的事情吗？大家不是都知道吗？咱冰华现在所有的女孩都处于有可能被暴露狂骚扰的危险之中。你呀，唯独就保护孙金同学一个人。司马昭之心，其心可诛啊！方志远，你不胡说，你难受是不是？不过这话又说回来，孙晶啊，正经是个好姑娘，人长得好看，性格又好，最主要的是啊，她爸爸是国家剑科院泰斗级的人物。来劲了是不是？别说那有的没的，喝水吧。急眼了。谢谢啊。东坡，给。谢谢。班长，你还是想想怎么跟孙金表白吧。是。哎呀，哎，你自己不喝？哎，我不喝，一天天说那有的没的。涵涵，我跟你讲一个笑话吧，就是抖音上有一个网友，他失忆了，然后呢，他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医生问他你记得什么？他说自己的双肌。班长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走，我带你去吧。走，快！哎，你好好说，好好表现。你慢点儿。哎呀，小心了。哎呀，你赶紧坐。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说你，哎呀，啊，哎，你们都来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个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弄的呀？这是？你这打球受伤了，他。就是啊，哎，这不我们刚才几个人去打球嘛，然后我跳起来投篮呢，我们俩在一起吧，然后落地的时候这脚下一滑，没站稳就崴了，是吧？是啊，是这样，小心点。我们俩在一起吧，所以你可不可以不要随随便便的把我排除在外？以后再有什么事情啊，可千万不要自己闷着，不然我会担心的。苏炳辉，你说什么？我没听见。我说我喜欢你，我要和你在一起，你听清楚没有？听清楚了？行吧，走了。哎，不是，等一下。脚没事吗？脚没事吗？哦，哎呀，好痛啊！啊，我回去，哎呀，好痛啊！哎呀，真的。吴炳辉，敢骗我？你怎么了？
招吧。风雨和春夏秋冬，在青春作伴的旅途中，用我一生让爱铭心刻骨。我用一生让爱铭心刻骨。哎，别怕别怕，乖，过来，来，没事儿，来。哎，乖，过来，别怕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来，哎呦，啊，你的主人呢？嗯，来，啊。小裴，你帮我约下薛岩呗。不可能，想都别想。友谊的小船要翻了。同志们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吓到大家了，我是太开心了。我有一个提议啊，今天晚上咱们去 KTV， 给咱班长办一个脱单 party， 怎么样？好。都来啊，都来啊！哎，小裴，你俩别忘了啊。好啊。哎，你先走吧，你先走吧，一会儿去图书馆不顺路。行吧，你走吧。哎呀，